二、节食。你，我希吧，先生们辛苦了。哥哥能吧，我家。姑刚能吧，我家。不辛苦，干嘛的？干嘛的？姑娘们辛苦了。不没错，干一的。不没错，干的。不辛苦，你们辛苦了。干嘛的？起错干一的。干嘛的？起错干的。您叫什么名字？起了名几岁人？起了名几岁人？我叫洛桑扎西。俺啦洛宗扎西噻。俺啦罗宗扎西噻。他是谁？可是人。可是人。他是我的朋友，可你主播人。可你主播人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可了名几岁人？可了名几岁人？他叫格桑郎吉，可了各种nam家噻。可了各种nam家噻。他是谁？莫是人。莫是人。她是我妹妹，莫你什么人？莫你什么人？她叫什么名字？莫了名几岁人？莫了名几岁人？她叫白马拉姆，莫了白马拉姆岁人。莫了白马拉姆岁人。这位小孩是谁？不纯的素人。不纯的素人。这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认。你不认。叫什么名字？名几岁人？名几岁人？儿子叫阿佩，不拉安佩森。不拉安佩森。这是您的女儿吗？你的妻子伯母爱人。你的妻子伯母爱人。是我的女儿。人，莫你伯母人。人，莫你伯母人。她叫什么名字？莫拉名几岁人？莫拉名几岁人？她叫阿珍。莫拉阿珍噻。莫拉阿珍噻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去做公南永华营。去做公南永华营。我们从巴塘来，我做巴通南永华营。我做巴通南永华营。准备去哪里？橄榄洲自营。橄榄洲自营。准备去康定。达尔见多了洲自营。达尔见多了洲自营。你的家乡在哪里？缺几怕有戛纳人。缺几怕有戛纳人。我的家乡是德国。你怕有德国人。你怕有德国人。你是德国哪里的？缺德国甘尼人。缺德国甘尼人。我是公亚的，我中日人。我中日人。太好了，我们是家乡人。亚伯人，我做帕尤瓦人的。亚伯人，我做帕尤瓦人的。再见，确认。确认。藏族谚语，白鸡当白。热桑那火烧烧，来桑那火热热。热桑那火烧烧，来桑那火热热。想吃饭的利利索索，想做事的干劲十足。看些去一步啊，老人三几提吧。看些去一步啊，老人三几提吧。
口说如水泡，实践似真经。嘎来念了家，西波吉拉动。嘎来念了家，西波吉拉动。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